哎，我问你了，不耶，去哪爬头？爬着哩，那过了回来个嘛咯，不跟那个时候呢，突破离谱高，那过啥哦？你突破是有了谁去呢？为了跑，是啥的哦？你看哦，你搞个离谱的吼，这老外呢，我替他说没学的，个习惯没得吧？后呢，我看呢，头我这里怕的老少的比呢，为了我嘛，这了爬路那个我是住的烧了，天啊！可能突破离谱的我看呢，了，是跑，你看我呢，那年白，突破离谱呢，真那了，上浪不耶，不耶，呀，那把的一老个小裤衩木呢，上浪不？我呢木呀。我替他所谓的没500万的呢，我是苦我替他说你苦皮苦嘛，不过说苦的那不够，都不看的不够，是个了，都破的，老子有嘛呢，不过吧，苏年喏。